今天是2006年2月12号，藏文课是第70次。后边可能就连这次可能就4次就讲完了，1个月的时间吧。还是先把上一次的课读一下，185页，第8句。俺莫不苏木拉。nor wanggu ma jung wei kar yar xing lai che du e ku yo gun pai lai che du a nei yo do ki do la lai pang lai来太妹且别囧，翻过来，家错亲包求我的，引起求我谈结不，听米皮一托马再白气儿。撇除藏米炖给西板茶，门把开把门戒了，开把那把大的，门戒米切把儿蹦了，门把穷我先打给讲。所玩米切的，推了外边气外参马，月边多白气肉，他打一打重开的不读，起码捏娃给娃太错没。推气儿大了，突介各读学。爱瞧我那若把推，嘎哇民扎哇，也西顾虑让给托度借把银。爱讲戒备所堂，旁白诺尔拉，马代巴尔瞧我那若把登巴银，推起儿却跌呢，鱼米切瓦尔。卡尔来给戳开，其那缺糖，囊那搓娃切糖具也没被多给，驴丁日大松，给他们姐撇了。米嘎样，去么啦？捏人米度白忘给，林包日巴苏诺瓦西啦，带日巴切，我炖给突亲啦王姑。当俺清白经给，他一切当特嘛呢？班亲那若把腿，才就了错多给确吧。
家亲这个月读呗，提多给马尔巴呀，吹就在京都，看你打给说，绿白陈间银白，爱看给陈米结板桥，嘎给星台南，秋站都开儿呢，秋啦古外，咋哇几位兔都松，在么样外听都律所。好，咱们今天再争取来4页。这边是第12句，先看那个下边最底下这2行啊，用被为关联，有时因果关系并不明显，其作用和连贯连词内对很接近，就是说它这个好像是那个就是跟那个因果连词呢一样，但是呢它有时候并不表示因果关系，或者是说你勉强说是因果关系也可以，但是它这个因果的意义并不明显，实际上起的作用就是一个什么呢？叫连贯连词，就是藏，就是接着发生，或者是说这个暂时一个停顿，就这个意义。就是说也可以算因果，但是因果的意义并不大。咱们来看这个他举的例子啊，提米拉多杰僧给。提米拉多杰僧给，这个提这是这个因为这只好介绍了，这是指一个人，提加上句格就是这个人为是主语，那个人，这个那个人干什么呢？后边是米拉多杰僧给，这是一个人的名字，这是可能是米拉日巴的爷爷，是爷爷还是老爷爷，反正记不清了，反正是应该或者是他父亲吧，反正是米拉日巴家族的这个祖上的。他姓米拉，叫朵介，朵介是金刚，僧给是狮子，这是他的名字。他加个的，后边啊是却港北七日，却港北七日。它是主语，这个后边呢是米拉多杰僧给的这个却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量，就是限量比量的那个量，度量的那个量，这个名词就是量，动词就是量。现在呢是做名词用，就是量，就是量，实际上也就是度，就是这个怎么表达呀？其实能明白哈，它就是量。感是一个动词，叫试探，考验，主要意思是试探。这个后边感巴这是个动词，又加一个属格，这个七日这就不是属格的意思，不是说他的什么，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他的这个目的，他这个七日就是为了。他这种就要求这个属格，为了什么呢？为了前边这2个，就是却感巴，感巴是试探，却是量，为了试探米拉多杰僧哥的量，为了试探他的那个程度，试探他什么程度呢？后边就可以看出来是试探他赌钱的水平，看他这个赌钱的这个水平高低，技术高低。这个量，这个度，为那人，那个人是主语，谓语是试探，试探这个宾语是量，试探他赌钱的技术水平这个程度。然后这个量呢有一个形容词，是谁的量呢？是米拉多杰僧哥的量。这一句就清楚了。这一句就是说
这个人那人为了试探米拉多杰僧格这个叫赌钱的水平，做后边的事儿，后边啊，给穷乌住的，给穷乌住的，给咱们前边经常出现给包就是国王，给是胜利，给是胜利，给包就是胜利者。现在这个给呢，是胜利，胜利有时候它指胜利果实。这个地方啊，发展出一个意思就是赌注，就是赌钱你要先下赌注，先把钱放在那儿，就是指这个东西。所以呢，你可以从这个胜利成果里头引申出这个赌注来，就是说这个赌钱的人，这个赌注就是他们的胜利成果，谁胜了，这个赌注就是谁的，这是胜利成果。所以它的一个意思是赌注，这个有时候还引申为那个抓阄的阄，赌注。然后穷乌是小或者是少，这个指赌注，做赌注的形容词就是指少量的赌注，就是他为了试探这个他的水平嘛，你试探不能下大赌注，大赌注万一对方水平高一下你就惨了，他先下一些少下一些赌注，小的赌注啊，也可以说小的赌注，也可以说少的赌注。注的这个注就是那个种植，种植建立。所以这个地方你翻译就是说，你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种下，你那个赌注是往桌上那么一放，也可以说种，就是用这个发展出来就是下赌注，种下种子下赌注，也可以说建立，我这个我就拿这些当，建立作为赌注都可以。下赌注，下比较小的赌注，你看啊，这个的这是个停顿，后边啊。小再呗，小前边出现过骰子，你那个骰子那个字带古字旁那个不好写，你就写颜色的色，颜色的色，骰子就是那个上边有六个面那个数这个点不一样，骰子。这个把赌注下好之后，就该这个摇骰子了。这是玩儿，就是叫游戏玩耍，就是玩儿。然后呢，下好赌注，先少下一点赌注，然后就玩骰子，那就是该摇该什么撒，该这就玩起来。然后这一个因果关系就是掰，咱们现在正在讲因果关系，加撒就是这是原因句，但是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呢，这个原因并不明显。你看啊。他玩了骰子呢，后边是什么呢？雀龙的，雀就是那个量，龙是拿到，就是拿到了量，取到了量，拿到了量。所以这个说由于玩骰子，所以他拿到了量，因果关系是可以说通的。但是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句子的叙述呢，它并不特别强调说啊，是因为他玩骰子，所以他拿到了量，不是这个。它实际上是个时间关系的叙述，就是什么呢？先下了很小的赌注，然后就掷骰子，一掷骰子呢，知道他的水平了，拿到了量。它实际上是个时间关系的叙述，就是它这叫什么呢？叫连贯连词，就是说，就是等于说。先下赌注，然后玩骰子，然后就拿到了量，叫这个跟那个呆呀、奶呀，就是下了赌注之后就玩骰子，玩了骰子之后就拿到了量，所以它这个文法意义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因果关系用的是掰，但是呢，它并不主要强调因果关系，实际上就跟连词差不多。好，这个语法现象就过去了，咱们来后边啊，提您却。提您却，那的一天，您就是一天，那天，那天，就是哪天呢？这就是不定制，就跟说的是定制，实际上就是说，就是他那个出这件事儿的那天，也就是有一天，却就是那个人加上句格啊，
他又来事儿了，来什么呢？他给让心给拓吧，给让心给拓吧，给又是这个赌注，让心给让心自行呢，咱们说最基本含义是如相，它如相它就是强调这个本身，就是相前边那个，所以它有时候就译成本性，就是译成性本来，自性，就是一般这个佛经里头经常译自性，这个地方呢有自然的意思，就是这个让心呐有自性，自性就是自然，自性就是本来嘛，本来本然，就是自然。让心给这个词做了一个句格，这就变成了一种方式，是自然的，就是自然而然的，自然的拓吧获得，自然的土野地，自然的获得了赌注，就是那个人呐，有一天那个人呐获得了赌注，就是说赢了。大家下，你比如说他跟他2个赌注下场，结果最后他呢获得了赌注，等于他把2份钱都拿了，他赢了，这就是获得了赌注，自然的获得了赌注。为什么是自然的获得了赌注呢？看后边，达日茄呗，达日茄呗，这个达日茄前面出现过，达日是像什么样子，茄是做像什么样子，做像前边的样子，做出来像自然的赢的样子，这就是做样子，做样子就是装作，就是这个人呐，他摸到了那个米拉多杰森哥的那个赌注水平，他有把握赢他，有把握赢他呢，他为了赢他惨，为了赢一个大的，他玩了一个花招，他先呐，有一天他装作自然的赢的样子，就是好像不是他的功夫，不是他的水平高，就是偶然的，怎么也很自然的就自然而然的，碰对了，蒙对了，赢了，装作是就是不露痕迹的赢了一次，他为了这个是为了什么？为了激起那个米拉僧杰下大赌注这种心理，所以呢，他叫达尔切，就是装作什么的样子，装作什么的样子呢？装作自然的赢了的样子，自然的获得了赌注，就是不露他的水平的痕迹。这是因果关系了。由于这个，不过你也可以解释说，前后关系啊，连词，他自然装作自然的赢的样子，然后那个米拉多杰僧格后边就开始这个有反应了。米拉多杰僧格伊玛让的，米拉多杰僧格伊玛让的，这个米拉多杰僧格怎么样呢？他的心，马让就是嘎咕让都是高兴了，不高兴了，这个也就是生气了，上火了，下边译的很好，叫很不服气啊，就是因为米拉他觉得他的水平高嘛，那个人看着也水平也不怎么样，因为他是他的水平嘛，他肯定就是小赌注，他看他也不怎么样，今天他竟然赢了我，他就觉得这个很不服气，就是觉得我能赢他，所以呢激起他的这个下大赌注的这个愿望。后边囊巴学兰，囊巴学兰，这个兰跟后边那个人那个读音不一样，要分清楚。囊巴是明天，第二天，日就是在第二天，学是那个骰子，兰兰是回答回报，兰是回报回答。这个米拉呢不服气不高兴，就说了一句话，说明天在明天呢，这个薛兰就是叫这个就暂时先叫回报吧，
因为要跟后边动词结合起来。后边啊，人且呗，人且呗，人是取，人是拿取，这个且也是做，就是明天我要做这件事儿，做什么事儿呢？取回报，取回答，取这个骰子的回报，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钱应该是我的，哎，你今天你拿走了，我明天要把它取回来，就是我要赢回来，哎，取回报，取回答，就是今天这个他用骰子是代表那个赌注，今天你把赌注都拿走了，明天我要取这个回报，就是说这应该是我的，哎，我要取回来，就是我要赢回来。这个呗又是说是因果关系也可以，说是前后关系也可以。后边容色，容色，容是适宜可以行，哎，那个色是说行，这就没有主语了，哎，这因为俩人对话就直接把话写上去了，那个人就说行，哎，这就是那个人的目的，哎，先这个不露水平。让你感觉他水平不行，然后呢，他水平不行还能赢你，这时候你就很不服。你如果知道他水平行了，你就服了，你就不敢跟，哎，觉得水平又不行，你还敢赢我？好，不行，第二天我要捞回来。第二天你既然捞回来，就得下大赌注，结果一下就会输得很惨。整个就是这么个意思。咱们读一下啊。提米拉多杰僧给却干百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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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穷无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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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在百却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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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人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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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让心给托把达尔切呗，给让心给托把达尔切呗，给让心给托把达尔切呗。给让心给托把达尔切的，米拉多杰僧给伊玛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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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囊巴尔学兰，南巴尔学兰，囊巴尔学兰，南巴尔学兰，人切呗容色，人切呗容色，人切呗容色。人切呗容色。好，下边再看一个因果关系的这个表达方法。掰歪前边讲的都是这个掰歪，还可以和拿结合，结合成掰呢歪呢，哎，就是加掰歪是做原因句，就是它是工具格嘛，就是由于它，所以它这直接就是原因。加上拿呢，你也可以直接读成说，如果因为这样的话，后边就会发生哎，所以呢，就是多他跟没他都是一个意思哎。用于表原因的分句之后，呗还可以跟提和拿结合，就是说还可以结合成什么呢？叫提外拿，提外拿，这回就不一样了。前头如果光加个拿呀，还是因为的意思。这个提外拿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因为他，所以这个就变成了因此。这个因此啊，跟所以是划等号的，所以前边那个没有这个提啊，就是因为，然后后边是结果。它这个呀，就变成了结果句的那个，就是所以，就变成了所以，变成了因此。你要直接译就是因为他。因为它就是因此，因此就是所以，哎，所以呢，这个就递进了一步。前边表原因，后边这叫表结果了。好，咱们来看例句啊。
曼巴撇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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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巴一声，撇是叫喊，哎，喊来医生之后，把医生叫来之后，哎，米切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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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是眼睛，切是打开，切是打开的过去时，哎，切尾，哎，打开，打开了眼睛，就是看来这个病人是瞎子，把医生叫来之后呢，医生给他把眼睛打开了，也就是使他能够重见光明了。然后这是个原因的结果了，就是由于打开了这个眼睛后边啊，基秀大吉人了，基秀大吉，基秀大吉人了。基秀大吉，先前边这个 gi， 这个 gi 是什么呢？这个 gi 如果后边加一个后加字塔，就是那个幸福的意思的那个 gi。现在呢，它没加后边这个塔，实际上它是从这个幸福这个词儿啊，它给简化了。这个 gi 实际上是从那个有后加字塔那个幸福的意思简化出来的。这个拉萨河呀，也叫 gi-chu， 就是幸福河，哎，所以它这个词啊是从拉萨河那儿来的，就是代表拉萨河 gi。秀本来是说的命令式，哎，说的命令式，但是它这就是这个跟单词重合了哈。它还有一个意思是河谷，河边的底地，那个河边的低地下方，哎，比较低的地方。这两个词合起来啊，实际上就指的那地秀就是拉萨河的那个河谷，哎，拉萨河的河谷这个地方。所以像这个地名这一类的呢，那就是不能用这个词义来讲，这就是人们规定的，它就是这样，这个地方就这么叫，人们习惯就这么叫，哎，地秀，在拉萨河河谷，然后呢，大是这个老虎，老虎的人了，老虎的山上。这个地秀呢，指的这个地方是在拉萨河谷这个地方。拉萨河谷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山，可能就是叫老虎山，哎，它就是大地人啊，叫老虎山。在这个老虎山上，拉就是在它上边，因为拉一个是在上，一个是在里，你不可能在山里这个地方，它就是在山上。山上怎么样呢？是拈卓瓦西贝呢，拈卓瓦西贝呢，拈卓瓦西贝呢，拈卓瓦西贝呢。这个拈是什么呢？是这个妖怪神仙，这个传染瘟疫的东西，反正就是这个神神秘秘的一种东西啊，你就记个妖怪神仙就行。有的说是地神什么，反正就是比较神神秘秘的一种这个东西。那个前边咱们讲过那个叫玄秘神物，就是这个天上飞来的玄秘神物，就是用的这个拈波桑哇，哎，神秘的东西，哎，就是指这个东西。这个在这个地方指什么呢？它还有一个意思是山羊，哎盘羊，它这叫盘羊，哎，这个还有一个意思是这个羊，盘羊，这个地方取的就是盘羊。卓瓦是走，习是看见，看见的境遇。那看来这个病人呐，是国王，至少是大臣什么，反正就是比较尊贵的人物了。习拜用的是敬语嘛。这句就是说，医生叫来之后呢，打开了眼睛，看见了拉萨河谷虎山上的盘羊在走，哎，盘羊走路，看到了这个，这就清楚了。后边维纳，咱们前面说了这个维可以后边加个拿，这个呢意思基本上没变，就是由于这个，哎，维就是原因嘛，
还是由于这个既然由于它，也可以这个理解成既然这个呢，它就是为那，就是由于此，就是因为他打开眼睛看见了这个，由于这个原因出现后边的结果。参养大瑞年细，参养大瑞年细，参是名字的敬语，阳是也，名字也就干什么呢？这就不能这就得到最后去找动词去找谓语去。咱们来看谓语啊，协查所，协查所，协是引号了，协是说前边是说的话，查刚也出现过，就是叫被称为，被叫做，或者是说普遍流传，大家都这么说，天底下都这么传，什么就这类的以这个闻名天下，什么就是这类的意思。这个地方就是被叫做，说名字也就被叫做前边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说叫做个什么呢？叫做大瑞虎山拈细见阳。这个我现在还没搞清楚，他这个是给什么起名字？他是给这件事儿起名字，还是给这个我现在不知道，是给什么起名字？还是给这个病人？是什么一个小王子啊，还是怎么着？不知道。但是这个句子呢能理解了。由于医生把他眼睛打开，他看见那个虎山上的羊在走，所以这个名字呢也就被叫做，是这个人的名字呢，还是什么名字呢？我这也看不出来。名字就被叫做叫大瑞年细，他这叫什么呢？叫虎山见谭羊啊。好，读一遍。曼巴撇呢米切嘞，曼巴撇呢米切嘞，基学大基里了，基学大基里了，念着哇西北呢，念着哇西北呢，参养大瑞念细协查所，参养大瑞念细协查所。下边一句说，给为谢您了，给为谢您了，真呐。给为是善的，就是善恶的善的。这个谢是师友，老师，有知识的人，朋友，亲密朋友。您是这个亲戚朋友，亲友，合起来呢就是善知识，就是善知识这样的这个朋友就是善知识。对于这个善知识，真呢就是前头刚出现，就是依止亲近，亲近善知识，依止善知识，对着善知识，依止在善知识旁边，依止在善知识这个一边。如果依止善知识，哪是如果？如果依止善知识会怎么样呢？给娃养拧记行，给娃养拧记行，给娃是善，养也就是又，您是一天，记是一天，行是像什么如什么按照什么，这个地方是按照一天。什么叫按照一天呢？就是照着一天一天一天，按照一天一天的，就是这个一天一天地，就是以一天为单位吧，按照一天
以一天为单位，一天一天地干什么呢？拍给拍是增加发展上涨反正就是增多的意思增长的意思。这一句就出来了，说如果一指善之事善你也可以加上善事善业你译的时候你可以这个就是为了说的比较清楚，你可以善的品质善的他这是译的善业善业呢这个阳有时候就译成就善业就会按照一天一天的，也就是一天一天的增长一天一天的按照以一天为单位一天一天的增长。这个给也是肯定的意思，跟着善之事善肯定就增长。好，底杯丑波了灯呐，底巴是恶的丑包朋友，拉灯一指如果亲近恶友的话会怎么样呢？底巴给性恶给生出来生长生出来产生。如果亲近恶友呢就会产生恶行还有了，光产生还不行，后边拍瓦尔给产生和增长，给是转变变成形成，是这个变的，就是变的这个恶呀越来越多变得增加起来。这个给不是它是属格形式，不是属格意义，在句子中间是肯定语气就是或者是转折语气，这就是肯定语气，就是说你如果一直亲近恶友，你的恶就会产生，而且一定会这个增长。好，这出现这个了，贴外呢就是由于它，这个它就是指上边整个这个情况，由于你亲近善之事，善就会增长；亲近恶之事，恶就会增长。由于这个因此所以就译因此也可以，译所以也可以这两个词是一样的意思。因此怎么样呢？打给菩提样我的这个儿子也怎么样呢？给龙君巴迪了给龙君巴迪了给龙是善起，就是这个比丘，君巴是尊者，这个比丘看来是证了圣果了，所以称他是尊者。比这个拉对于这个比丘尊者，披是贡献奉献，整个这句就意思出来了，说我的这个儿子也奉献给谁呢？拉前头，奉献给这个比丘尊者，我的这个儿子也献给或者说送给这个比丘。对，停顿一下，注意后边的改一个错字儿，这个倒数第二个字儿这个穷前边加一个前加字塔，这个穷前边加个前加字塔，这样的话呢，塔后爬抵消了，塔后爬都不发音，但是这个就变成平声了，这个字就念呀庸，就念庸庸，然后咱们来读热不读庸咱们前面学过一个词叫热不读窘窘是那个出现显现得到获得这个产生什么那个意思，窘。热不读窘是出家的意思，咱们说过就是
怎么理解这个意思呢？说出现也可以说你从家里头出现到僧团里头。热不都是上品的、极好的、这个优良的、优秀的，就是最好的就是出家，就是指的出家。这个地方这个换了一个词儿，不是热不都穷，是热不都庸。庸是什么呢？是使出，那个窘是自己出现，自己出来，自己显现出来，这个庸呢是使出。是使动词，那个是自动词。使动词是什么意思呢？是有一个主语，它使宾语出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还是出家，但是这个一个使动，一个自动。就是说，如果我出家，就是热不都窘哇，我出家。如果别人使我出家，或者我让别人出家，我使别人出家，就要用这个使出，就要用庸，就是我使他出家，所以叫热不都庸啊。这个呢是他爹让他儿子出家，使他儿子出家。这个可能是那个就是沙弥，为了护戒呀，那个小女孩不是追求他吗？沙弥怕那个他从他们家跑出来，女孩到街上追他，那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他就在那个屋里给自杀了。自杀之后呢，这个事儿一传出去，国王呢大为赞赏，就游行。把这个小孩的这个尸体厚葬，把这个小女孩呢，这个也抬上游行，说你们看，沙弥这么漂亮的姑娘不动心。结果这个小沙弥的师傅呢，名声大振，很多人都送这个儿子呀到这个师傅这出家。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父亲呢，就说亲近善之事啊，善就会与日益增；说亲近恶友的恶就肯定会增长。说现在有这样好的善知识啊，所以呢，因此我的这个儿子也要献给这个比丘尊者，让他出家。咱们这个可能是这个故事啊，为了理解，咱们就先这么解释。所以这个热不都庸就是说我使儿子出家。好，我们读一遍啊。给外些人啦，灯啦。给外些人啦，灯啦。给外样人之心配给。给外样人之心配给。底背出包啦灯啦。底背出包啦灯啦。第八个性配娃儿丢给。第八个性配娃儿丢给。台湾呢打给菩提样。台湾呢打给菩提样。给龙君巴迪拉批的。给龙君巴迪拉批的。热不都庸哦，热不都庸哦。好，翻过来。然后这个拿，既然用于表原因的分句之后，连接后面的表推理的结果的分句，就是说单独一个拿，它一个意思是假设说如果，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既然，就是表示原因。既然你前边是这样，后边就会出现什么结果？表原因，单独一个拿表原因。咱们来看啊，第日星阳美呢？第日星阳美呢？在这里树也没有。你也可以这个地方就不是如果了。说如果说在这里是这个树也没有的话，这个如果不是假设，就是你用如果说它也不是假设，就是它是一种推理的那个口气，就是说这已经是没有树了。如果连这儿树都没有的话，就会出现后边这个结论。这个地方呢，也可以不理解成如果，理解成说既然这儿在这里树也没有，树都没有，你看它也译的是都，树都没有的话，
后边啊，簪丹起达日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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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簪丹就是这个檀香了，簪丹树、檀香树。起达怎样？怎么会？如何？曰有。说这儿要是既然连树都没有，它怎么会有檀香呢？那就是檀香，它是檀香树上长出来的，连树都没有，就是什么都长不出来，你怎么会长出檀香来呢？哎，这是个推理关系。所以前边这个呢，你用推理的口气说也可以，它是事实。你也可以说，如果说这里连树都没有的话，簪丹怎么会有呢？也可以用那个就是这样说，既然这里树都没有，所以呢，怎么会有檀香呢？好，读一遍啊。第日星阳灭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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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簪丹起达日月，簪丹起达日月，簪丹起达日月。簪丹起达日月。好，下边一句。开南提赞度，开南提赞度，开南提赞度。开南提赞度。你们提咱们说过，一个意思是仅仅为一指，还一个意思呢是大概，差不多，约略，就是这个，就是表示一个模模糊糊的，就是那么回事吧，那么个模糊概念。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取的那个大概的模糊概念，就是大概是那样的话，那个前边那个忒这么多，就是那样的话，图后边这个图就是咱们说啊，经常就做图也地，就是那样地，你们那么样地，也可以这个那也可以译成这么样的，如此的做一个动作，你们这么样的做，后边是动作是问，你们这么样的问啊，说你们既然你们那么样的问，说是怎么样的意都行，说这样的问，说怎么样的问呢？后边有描写，他这个问的有点特殊，你们那样的问，说什么样的问呢？这个后边他描写出来，就是问的不是一般的问，是那么样的问，你们这么问啊？说怎么问呢？咱们看啊，托盖汤南丹度，托盖汤南丹度，这个单独这个驼呢，就是二，就是一二的二，托盖，这个托盖就是有要点、关头，就是关键、关节有这个意思。后边这个南丹咱们前边出现过，就是叫认真的、郑重的，南丹是认真的、郑重的。整个这两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前边是要点、关头、关键，后边是庄重、严正、认真，是这个一本正经。这两个合起来都是这一个意思。这两个本来中间不加糖，它本身就是一个词儿，所以整个这个加个糖还是这个词儿，就叫什么呢？叫这个就是下边译的这个叫郑重其事，就是认认真真，一本正经，是这个真当回事儿啊，什么反正就是这个意思。说你们既然这么样的问，怎么样的问呢？就是郑重其事的这个图，又一个图也地后边啊，泱泱这呢，泱泱这呢，泱是又问，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问。你们既然是这么样的郑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劲儿的问，这就是叫忒这么多，就是那么样的问，这么样的问，什么样的问呢？是一本正经的一问再问，既然就是既然你们这么一而再再而三郑重其事的问，后边看啊，桑月美呗，桑
桑月没呗，三个没得，桑是保密，桑是保密，觉是需要，没呗。保密需要没有，就是保密的需要没有，或者说没有需要保密，不需要保密。就是说，既然你们这么当回事儿，非要问啊，郑重其事的还当回事儿的一问再问，那也这件事儿本身也没有这个保密的需要，哎，没有需要保密，不需要保密。由于这件事儿也不是个需要保密的事儿啊。谢本卡，谢本卡，谢吧说，卡将说，哎，那我就告诉你们吧，说这件事儿本身它也没有需要保密的地方。既然你们这么一而再再而三一本正经的问啊，我就跟你们说吧，呵呵，就这么，这个呢，米拉日巴传，咱们这就是为了理解这个记忆句子、理解句子呀，咱们就也不见得是这样。这个很可能就是什么呢？弟子们要求米拉日巴说他的一生故事。米拉日巴说：“这个我这老头子也没什么说的，你就让我睡觉吧。”然后那帮人呢就给他举例子，说人家那个马尔巴呀，什么都说过自己的故事啊，是这个为了利益众生，什么怎么求您说啊。再三的老这么说，米拉日巴就说，既然你们这个啊郑重其事的一问再问啊，这个我这点事儿呢也没有，本来也没有什么这个保密的必要啊，就跟你们说说吧，哎，所以你跟这个背景一联系呢，就能对这个郑重其事啊什么这些你就会有一个理解。读一遍啊，开南提赞度。你看，你对这个铁赞姆度就有深刻理解了吧？铁赞姆度用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呀？你们那这么样的问啊，你们铁赞姆度你们那么样的问，哎，那就好，那就说吧，哎，他就是，所以你就对这个词的感觉呀，慢慢你就，所以说多读文章啊，慢慢你那个感觉就找到了。你就是扎波老师说啊，你就多读。不懂，你读的多了就懂了，你就知道。但你一看这个环境里头出现啊，米拉日巴说啊 ，K 那么提这么多啊，你们这么非这么样的问啊，那好说说吧，哎，你就对这个体会出来。K 那么提这么多，托给汤难单独样样直呢，托给汤难单独。样样直呢，三个月没呗，谢本强，下边一句，这个地方语法上就是用的那个说拿，就是一个拿字既然当原因句，这就是前边说。啊，既然你们这么认真的啊，一回又一回的问啊，行，我给说说吧。哎，这个拿呢，就是既然。咱们看下边一个啊，打给底杯来继续钱呢。打给底杯来继续钱呢。我是主语，底杯恶的来业，恶业，继续什么样的一个，习是不定指代词，什么继什么样的一个恶业，且做过了，拿是表示原因，由前边这个原因出现后边结果，这个拿这个时候也不是既然。哎，就是指的就是说，前边是原因，哎，就是既然前边有这个原因，后边就会有那个结果。前边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我做过什么样的一个恶业呀？哎，他自己不清楚。我做过什么样的恶业？某一个恶业啊，做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恶业啊？这下边意的说造了个什么孽啊？下边会出现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底的比跟
底的比跟底的比跟这样的圆，哎，这底的就是这样，底的不还是这样，的不呢就是像什么样？像这个样的圆，哎，像什么样的圆呢？那就是他面前的那个圆了。下边啊，底巴汤拆板狗，底巴汤拆板狗，底巴汤拆板狗。底巴汤拆板狗。这个底巴跟这个圆是这个就是挨着的，也可以说同位语，也可以说形容词，就是这样的这个圆呢是一个恶圆，恶的圆，哎，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这个同位语，就是既是圆又是恶，就是又是恶业，叫恶圆，哎，这样的恶圆。唐拆板拆是会遇遇见碰见，哎，见面。碰见谁呢？在堂前头碰见了这样的恶缘，哎，后边呢是拆板狗，狗就是变成，基本含义是变成啊，变成也就是形成走成，就生活当中走到今天就碰上了，实际上就是碰上了，遇到了这样的恶缘。哎，前边有个原因，就是说他知道这是自己造恶业，你不造恶业出不了恶缘。说我造过什么样的恶业啊？我造过一个什么样的恶业？所以现在呢，让我给儿形成了遇见这样的恶缘。哎，这人因果关系还是挺清楚的。这个语法就是那个拿，就是那个且呢，就是既然，这个地方就不译出来了，就是说表原因，哎，这个拿就表原因。既然前边有这个原因，既然我以前造过一个恶业，哎，现在呢就会遇到这个恶缘，这是肯定的，哎，因果是肯定的。就是我不知道前生我造过个什么样的记系，是个什么样的恶业，不清楚，没有宿命通。好，读一遍。打给底白来记系前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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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的比跟底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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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拆板狗，唐拆板狗，唐拆板狗。唐拆板狗。时间还行，到了。